跟诗慧老师合唱的时候，他有教我一些方法。啊，你煮鸡的去了？妈妈在家都有煮鱼给我吃。这个连结是，就是变聪明啦。我们就是没有吃鱼啦，不好意思。吉娜好，你好你好。像我们最近这个风体强哦，嘿啊，用白啊。像係送俾桂冠軍比賽題，天英英啊，做啲數數。老热大擂台，老熱衝下來。天一個禮拜我問大家分享皮，分享皮哈，問大家啊，要做一個耐心，嗰度參水朋友啊，哦，要到倒尾衝要砸啊，對呀，歌回來了，對，好，就坐在那邊，好了，我哋接受評審欣賞了哈，是這位欣賞，總編欣賞，羅格林欣賞，大概輕鬆一下，你們聽過羅國立老師啲人的節目當中唱過嗎？懂事哎，這個俺妹不是唱過哎，是唱過嗎？你現場有聽過？沒有現場聽過，沒有現場聽過。但是 YouTube 有常常聽他的，會點他的東西來聽嘛。練習給他改的啊。我都很少聽到的。啊，係啊，我從來不用給他改的嘞。哦，天腿地位度。真的啊。係啊。我嚟講現場咩同時有聽到。同時有聽到。係，哇，今年難得開金口啊。開金口了，大家。開金口呢。真的。如果你老師要唱歌了呢？好了，這有哪位啊？謝你哪位？李前總統啊，總統好，要唱的歌是家婆呀。老師要唱乜歌？家婆。家婆。哦，家婆，我等下讓我來唱高級啊！好，來，彈一下，彈一下。给一年，给一天，一条啦啦给下注。阿妹兔爱做每个，皮爱给家婆告诉个，打造天忙宫，家婆就红尘。走里走该，我是汉，冲天宫，多团舞，汉记得家婆看的爱的树，落天桥，汉记得家婆看的爱的树。顺天水，还记得那天家婆的手，处处的树，还记得东多，还记得彩的热天。给一年，给一天，一条啦啦给下注。阿妹兔爱做每一个，皮爱给家婆告诉个，打造天忙宫，
家婆秋风中，走里走街我是喊冲天宫东塘路，还记得家婆牵恋爱的树落天桥。还记得家婆牵恋爱的树，水天水。还记得爱牵家婆的手，处处该数。还记得动作，还记得才一年一天。家婆，这个各类欣赏。国立老师，有吗？哎，你又多了一首歌，因为本来那首有参做朋友唱的，嘿，系啊，也是过迄啦，以前明明什么无法表，今年难得有机啊，这个首歌其实夏侯东叫的，哦，网友真是发表啊，哦，真的呀，嘿啊替百冲，嘿，替百上，但是在 YouTube 好像有放，我唔记得，哎呦，那会有，唔记下得。一句嘞，但是第二个节目参水炸开始有糖豆嘛，对吧？我印象中冇人唱过呢，冇人唱歌吗？有冇？我咩唔記得？一種100用100有啊，有100用有有啊，有演唱過，哦，因為電影可能佢首一首歌，對，你給你唱的以後可以幾下開始，就可以試了，他這個做衝2條歌，好有畫面的一首歌哦，親情，感情流露。我們的外婆，你們都應該有跟外婆相處過的經驗吧？應該都有哈。係啊，因為上擺時婆一樣，係看到生意呢，跟婆一樣，你睇人自家嘅童年就衝了。我自家童年啦，係啊。我一基本上一首歌，我是本陳水澤嘅黨開故里，就講雙語小我講過呀。每位陳水澤拿出人嘅強項來讓人比啊。唱嚟出嚟講，我係知應係咩嘅黨會唱過嘅，我只是很會說故事。我會用我上老愛上我畫面傳遞本當中啊，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發展方向。我們參賽者裡面有一兩位有一種強項，所以我就講。把你的想象在聯賽裡面拿出來，就會有很好的成績，給大家做一個鼓勵參考。好講故事啊！剛剛老師就是他這種簡簡單單的、清清淡淡的就描述了一個很棒的一個故事，很棒的一個畫面，一個回憶的感覺。對啊。阿家婆唔特別，家婆特別就生意做啲強下做啥嘅？就暑假會轉移，家婆喺太湖嘛，啱係就細從苗栗太，喺暑假就會轉移啦，不要建議啦。我咪強樣，我特別係生意啱啱係啲12年啊，12年去市場菜，去尋阿家婆，去到西湖鄉。媳婦用清遠哦，跟冇2點鐘去唔多呢。哦，去貴下煮誒。即時差只才差唔多幾點鐘誒。對啊，家婆對人親好，係嘛？係啊，生意佢去到佢要食到嘅錢本樣啊，親主嘢都係你。啱上咩？嗱你一定要講要幾點鐘？真係一經過銅鑼，一堵到嗰條唔好數嗰條生意啦，哎呀，哦，強到會死，別強了哈，係哦，大牛呢，你這種漢草，啊，特別是冇那個特別生意的時間，好了，哎，真的難得開金口，很好，哎，以後呢多多那個這樣想到哈，好過啊，出來本來三歲前，有按照啲開始下條線嘅，對的，較多選擇對嘅，冇冇其他的。看見我創都給條幾條的，咩？哦，看冇都拖一樣啊，冇都 Superman 啊，多假，哎嘛個莊仲英啊，係啊，莊仲英啊，胡彥發，好啦，好，謝謝老師，謝謝，示範，好，謝謝，掌聲鼓勵一下，謝謝。好嘞。
有奖 TV 了，准备好了，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了，好好的表现啊，这就是你的舞台，好不好？C 位，C 位，你的 center 啊，好嘞。TV 李浩成带轮转到去旁下，好嘞，等我了。春春风风该现在，打扮走去，锣鼓轻铃锵啷，声调正出发，谁人打灯披落，传宗的律法，飞雨流汗，走盼凉伞，转到头白衣旁旁，爱你而走你来。跳过冲出一幅画，把灯圆了眼旁把风来看，看覆盖故事，慢慢才心变化。从头头重重该明察，上过下过，盼走澎澎湃湃，将你的生涯，感动明情与痛，我面为脸洒，回忆流汗，走盼凉伞，转到头白衣旁旁，爱你而走你来。该是夜半，雨飘过，冲出一幅画，把灯圆了眼望把风来看，看覆盖故事，慢慢才心变化。回忆流汗，走盼凉伞，转到头白衣旁旁，爱你而走你来。该是夜半，雨飘过，冲出一幅画，把灯圆了眼望把风来看，看覆盖故事，慢慢才心变化。冷风在将将该了，将你来做人下间。看覆盖故事，慢慢该在心田放。这从一开始这样，然后慢慢渐入佳境，好，再慢慢回来。你现在为什么会蜕变到这样呢？对，蜕变嘛？蜕变不是蜕，就是不是退步，是蜕变。蜕变。对，是两段时间一次有啲嘅練歌咯，然後咪要寫歌咯。哦，你還沒有下歌，請他衝走。所以之後要教音樂嘅就要我。講一樣喲。之前嘅比賽比賽，應該是那個阿 King 哥那個 iColor 的邱元清，對，跟那個 King 哥就是連線到，不是應該說就是兩個人有聊到，對，通靈到。那時候就是 King 哥就說他心靈相通到了。佢咩講會了誒？阿 King，那今日係先中嘅，係，啊，該是老 King 哥有講到，啊，梁生有聊到，其實講過。
希望我俩做啲社歌结果我第一摆社歌是比该客家嘅嘉年华，俩下要写听艺术，听艺术，哇！听艺术系我自家写词，曲系记啦，编 Q 下 Q 安样，俩摆系我第一摆自家写词咪，写词咪写曲。哎呦，所以根本伊也跳歌很自家写的。今日聊歌曲唔係，今日聊歌曲係炒飯歌嘅。哦，唔係自家寫。該是寫兩首歌曲係因為應該比賽嘅時間，有一擺唱歌從前景冇動吼，啊個老師講到是東江蟲安。哦，本姓張馬，本姓張馬，很美嘅就姓張。杜後抽呢個片嘛？很美。當杜後定義有哦，定係有過嘅，哎呦。哦，叫做當為馬是上講哪篇跌倒是哪篇趴起來。C位跌倒就 C 位站起來。C 位跌倒是 C 位站起來。就我剛剛又沒有站，又沒有對到 C 位的。他今天的老師會對，讓你跌倒，老師聽一下。他是罵你還是稱讚你？趙明先生，哎，種上兩禮拜慶陽吼，慶陽分享各位老師講的分享所有的線數，眾多人力客家天使團那個大團最高的天堂，先給自己掌聲鼓勵，好不好？我永遠都記得浩成有一次，他一開始比賽的時候，他其實是因為他已經有經驗，他在外面又唱了很多場子，我們老師一直給他，希望說他可以把一些。对，没有把一些技巧丢掉，或把一些傲气丢掉。有一些基本上骂到懂唱哦。他隔一周来的时候，你知道他表现有多好吗？然后我给他鼓励的时候，我永远都记得他在台上哭得很惨。他那一次，那我不是刻意要骂他，而是我很希望每一位选手都一样，能赚到追求你唱歌的心。我觉得每一位都内化了，我觉得很棒。下来要注意迄个年突衰，要记得。大规有大规线数这个特色，特色一定要保留，还有嘛个性，还有眼想法，一听到这个喊啊抖，给你等下懂哈，加油加油！好，加油加油！真的这一次大家都很强，对，真的呀，加油加油加油！好，加油加油！好，我会做消息。舞台属于你们，继续加油！好嘞，杀了，杀了！李伟伦带轮爱搞你冲散歌。好嘞，弹过来。当时比赛的时间，看到当多的线数啊，吼，有去个弹吉他，是弹吉他，然后一下也做对了，做对了。结果我就去报名啊，要学吉他，前叫的吉他拿到的，一堂课听听，欣赏去陌生。唱山歌，对半夜都天光。爱教你打彩彩，唱歌一闪又一闪。爱教你打锣鼓，咚咚咚咚轻咚锵。爱教你吉他弦，一二一二三。大家向下就唱出來，唱到日頭愛落神。不分大小也落滿，錯落神光無班人。會就來唱山歌，唱跳來愛聰明，會就來打彩彩。你打鑼鼓愛記大家來唱山歌，對台北唱到屏東。大家來打彩彩，對山東紅唱到海邊。阿哥來打鑼鼓，咚咚隆咚輕咚锵。阿
摸伊落吉他伊弦，伊哦伊送。太甲向下就冲出来，冲到日头愛落山。不分太西也落滿，所有山光無扮演。下酒來創山歌，你唱跳來愛聰明。下酒來打彩茶。你打落不愛記憶。金步青斗，哎，伟伦你好。这个你看，人生都很多意外哈，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呢。哎啦，那对啊，之前哎。他之前没有进入到前3名，前3名，某进去前3名，对啊，冲到案后某进去前3名嘛，但是因为公平嘛，有一些人就是因为一些因素哈，没办法来，哎，他就递补上去了，递补上来有机会了，UDP 来嘞，参加比赛，递补还有拿奖的摆呢，當然就擺，希望結果落去，就準來啊，哎呀，一參咩啲無限物啊？伊參咩哦？佢當時比賽嘅時節，看到當到嘅選手啊，吼，有去甲彈吉他，自彈自唱，了好一下一做好的啦，做好的啦。結果啊，做去報名啊，美學吉他，前叫嘅吉他拿到嘅，一堂課天天，欣賞都冇雙嘅。真的請不傻，全盤而逃，沒啦，就有啲因素，後來就課上都冇開。各位應當沒有學到，本來想講，哎呦，要進嚟比賽，都嚟表演一下。係啊，炫一下。蠻好到，明年將來。演唱會。要學哦，現在隨時都可以學。可以啦，做的。你 YouTube 點一下，吉他教學什麼都有。對啊，哎，好好學習，因為加上一些音樂，可能對，衝過會又會不一樣。冇強用。對啊，好。對。好，運氣很好，又回來了，跟大家為伍。哦，來，唐先生的公平來。強飛欣賞。偉倫，再給你青浦董斗。你的嗓音非常的乾淨，哇，你今天的聲音很乾淨，很對，非常清亮。而且你知道嗎？我覺得你的外形，然後你的肢體是非常吸引我的。當你再上來很輕鬆的跳着舞的時候，我覺得我整個人都被你吸引了，然後就看着，然後我的這人我就這樣子微笑。我覺得你能夠散發一個很青春陽光的特質。我覺得你可以把這個特質掌握好，然後朝這個方向去邁進。這就是因為這一次的選手真的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獨特的一部分，你可以找到你自己的部分，然後發揮你乾淨的音質，還有我覺得你的肢體也非常的放鬆，然後你怎麼樣可以在選歌上面加上你的肢體跟你的陽光的笑容，我覺得你會有你自己的一個位置，我覺得很棒。那今天我覺得很高興你可以有這樣的機會可以回來，我們非常的樂見，我們老師們也覺得很驚豔你今天這樣的進步，很期待你後面的表現。加油！好，謝謝。他有去做法，他做法，每天拜拜。好了，好，恭喜你啊！對，好不好？回來，哎呀，還有很懂闖的路，加油啊！好不好？好，繼續努力哈。回座休息啊。好了，沙來係一個。係算係唔係客家人嘅，唔係客家人，你嘅好朋友啊，陳凱水帶來藝進來咧。好，我嚟睇啦。
了条路山歌，带爱转来了个地步。悄悄的隔壁讲隔壁的演个自由，思念的条串串的线，彼个爱你。所有相爱的爱爱的囡仔，海角好梦。嘿，你的个爱，带爱转来遐个所在，爱转来咧，爱转来咧。所有饭菜的不知的思念的想念，爱念记得，爱转来咧，爱转来咧。所有痛爱的、相爱的、爱爱的囡仔，爱已经转来咧。饭菜的不知的思念的想念，爱念记得，爱转来咧，爱转来咧。所有痛爱的、相爱的、爱爱的囡仔，爱已经转来咧。又是一首哎呦，我们还要带伴手礼，你看看。国立老师的歌了哈，对，这个你看多厉害啊！真的出唱片，唱片歌手的都按那节目当中的比赛，系咪？是吗？啊，又唔系客家人啊，按我安尼客家文化呢？比从感情。我知道，我记得你上拜来参加关于比赛时间，最出一张的嘛。没有，就是这张，就是这张吗？合集实体出来，那时候是数位先出来。哦，我记得还有拍 MV 是吗？对，就是这个。哦，对。哦 ，OK，哦，所以你这一次把就整个实体专辑出来就出来，对，那这样也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了。快一年吧，对，差不多。今天是3个月，对，你3个月听因为有8首歌，所以就是慢慢的完成它。所以8首歌这个封面这么多人就是1人1首的。对，1人1首。哦。然后有一首大合唱就是变出零星第1名。哦，好多歌诶。对，全部好多歌诶。全部都是1首国语歌，一首国语歌，其他都是很棒回去再来好好欣赏一下。对呀，谢谢，恭喜你，谢谢。哎，起心醉狂人就是干妈唱的。对，缓缓。哦，还是抛啊虾的那个片头曲。对。哇，抛啊虾。4月份跟5月份的。干妈真的很有钱哦。真的嘞。哎呀，恭喜你哦！对啊，又出唱片了，圆梦。哎呀，对唱完了吗？唱完了，唐先生公平。听一下老师有没有来建议哦？又多多创作罗老师的歌。原唱。凯瑞，欢迎回来哈。这首《爱转来咧》它原版是电音版哈。对。那谢谢小刚老师把这个曲编得这么好，抒情版我发现也很好听。然后你唱的也真的是，你也算是这个年度赛里面的另外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佼佼者。你的特殊在哪里？你的特殊在你用你很丰富的这个演唱闽南语歌曲的经验，跟唱腔、会靠各方面，你拿来唱客语歌曲，我觉得这个事情后来我有跟几位评审老师研究过，我们大家觉得很 OK， 也是可以的。你这样子唱的话，你会吸引另外一部分的观众群来听客家歌，这个是你的强项。好，但是有一点基本的要求就是，你的客家发音咬字一定要标准。
你现在真的已经进步很多了。那仔细听，还是有一些小细微的要可以纠正。你要把你的客家咬字、发音做到100%，好，那你用闽南语的感情去唱，我们觉得 OK， 你就往这条路去走。然后你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你的稳定度很够。你不管什么时候唱歌，就是稳稳的，就是台风很稳。就是说出来就等于就是一个艺人，职业艺人那种感觉，这也是你的强项。好，就算你紧张，其实我们也看不出来，你就是那么稳定啊。这也是你的强项，你就朝这条路去走，好不好？加油！谢谢，谢谢。好，后面好，加油，好不好？加油，这样子，好，沙雷，掐嘎起带了一把春风。啊，他干了，用嗓用按出来，对啊，还是没有压力的关系。我看你的今天那个自信度，这怎么就是好轻松、好松哦，懂怂啊。上一集跟诗慧老师合唱的时候，他有教我一些方法啊，你做记忆了。就有朝那个方向去试试看，对，也不知道练的有没有对啊，还不错，还不错哦。你们他算是高徒哦，那个体会度怎么用按讲哦？嘿呀，还蛮按厉害，有天分，真的。妈妈在家都有煮鱼给我吃，这个连结是，真聪明啊。
我们就是没有吃鱼啦，不好意思，听不懂。有人听懂了是不是？那我应该要搬到海边去。真的，我们住海里好了，投胎比较快。最近已经变明星了，真的，温音出来了。对，我去散步的时候，被邻居认出来。哎呦，谢佳琪，帮我签名，这样子哦。他说你是谢佳琪哈。对，还是你刚好挂的名牌，这名牌就一直留着带出去的。对，看诊的时候他也会叫我名字啊。对，去医院挂号啊。谢佳琪小姐这样。是吗？是这样吗？不是，看诊那个不是都会中间空一个名字，没有，对不对？我开玩笑，谢什么琪？不要认真讨论这个问题。谢圈琪，谢圈琪，没有，他是真的被认出来啦。对啊，然后还有鼓励我，帮我加油。真的，很演技卡台啊，卡谁？演技卡台，有看哪节目哦，好棒哦，很温馨哎。可是我同学也有传。我就是截图我的照片给我好几个哎，传给我说他有在电视上看到我。哇，这个人家的节目呀，你同学会看我们节目啊？因为你看这个节目没会看，没会看节目啊。今后嘞，你出门现在都不戴口罩的，对不对？就都要化妆。对，都要化妆，但是戴口罩。对呀，都要戴口罩。对呀，来的出门呀，现在疫情当中都要戴口罩，你都不戴，故意不戴，因为要让人家认出来。没有别名牌就好了，真的很方便。对啊，贴在这里，你可以贴在额头，谢佳琪。真的好棒啊！好，真的，我觉得很享受，厉害吧？对，唐一哈早已形成非常厉害。假期算迄礼拜演出所以表度，对呢只舞台较熟悉的，因为刚结束嘛。对。假期佢唔但唱喺啲台下，佢啲台上，佢练习呗。他练习真的太够了，所以他今日去到台上，刚刚老师还说，他今天自信度爆表，而且不但唱的台上，给的台下面黑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很厉害，就是他唱歌是色香味俱全哦。哎呦，就是说你丢出来的菜，好宽、好深、含甜，全部。达到一个 balance， 他就做滋味，对，他就做到了，而不是说俺贴片喊，要贴片某弹某咪，我觉得他就做的刚刚好。古守港，你也算是这年突出里面非常有特色的选手，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角色，你不要看他这样子。没有，我有发现，他是个很角色。店吃3碗公饭。这个 top 对狗线对狗哎哈，他只要那天没有什么状况，我相信他会。往前走很久，古时候讲当其他人哈波还有波有嘛个狗成天不安利，记得你的自信要一直留着，好吗？好，加油！好，谢谢，是这样子的。你今天应该没有去拜拜吧？有啊，今天又没有比赛，你拜嘛该了？拜心安啊，心安啊，还是想要好好唱歌嘛？我们常常在下面被你惊吓。对啊，真的，每次的本来是我看着手机，哎呦，哇，这么哈够了！谁在唱歌啊？对呀，加油！谢谢，很棒呢。自信一直保持着，好不好？好，加油！回头休息，休息一下。好嘞，沙来，彭思源带来平行线。来，等下啦。世军根本伊对个条歌会唱出腥味。有啊，一般大部分唱的条歌会有那种传统式的腥味。香的。你是有吃鱼啊？有。他刚说好吃鱼。哇，血池成功！哎呦，去里面的一把。我也终于紧张了一下。真的，没事。不管你唱的好或坏，都是好的。谢谢100分，谢谢大家。一份爱。
音乐求问真情，自留遗恨，痛彻心扉。爱到你像平行的两条线，爱变到难以怎么变思念，我思念。前世注定今生无缘，爱到你像平行的两条线，似存在自你高给水平一面，一个天，一个天，永远前世情。今生的缘，爱到你像平行的两条线，爱变到难以怎么变思念，我思念情黑点，前世注定今生无缘。爱到你像平行的两条线，只存在自你高给水平一面，一个天，一个天，永远前世情，今生的缘。大家好，亲爱姐好，你好，好。世军根本一屯的条歌唱出腥味。哎，有啊，嘿。一般大部分糖都在唱那条歌会有那种传统式的腥味。你是有吃鱼啊？有。他刚说好吃鱼，有丰富的 DHA。对啊，哎，他今天把不是为什么你重新这个诠释出来，咪头会变形呢？其实比迄所以啊，我2年在中间时间，来重新去整理这个创作面，不管喺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重新砍掉重练。我其实前一年，不能前一年，拢讲爱去砍掉重练，全部归零。我根本来录音的路方来上多的看事情，其实我没砍掉，应该是说我把以前学校学的美声，跟我现在跟美国纽约百老汇音乐剧的老师，对我发现把就是不同的演唱方式，我再把它做融合，然后我想说。也许要去找出老师，其实他们都会提醒我要去。请出去给他提升，对，所以我在想，也许我的声音在改变的路上，我可以找出原来这才是我自己的特色。音色那个是没有办法变的嘛，天生的，那就是那个诠释的方式，对嘛？我还是感觉以前唱歌的爱会听。技术就是我还是太在乎技术，然后我觉得那个要很厚很浓，好像才会觉得是很 man 这件事情。但我后来觉得那不是我，那不是我。其实唱歌不用技术，是平常在舞台下练的事情。你上台的时候就好好唱歌就好了。真的，上台就忘记技术这些事情。参赛者问我，哎，罗哥，我哪一天要去参加一个比赛，我会唱到你的歌哦。对啊，哎，那你觉得我要怎么唱？我说，你要怎么唱哦？音准拍子准就好了，歌词不要忘记。我说，那你大概会怎么唱？他就唱给我，稍微唱一下。我说你不要学我说一定要红日头那种，对，因为我的音色本来是黄昏的日头，我就自然，因为我的音色就是这样。那他们就因为他们没这个音色，就硬要去学那个音色。我说你不要去这样熬。
凹这个音啊，没必要。对，就自然黄昏的日头照着我，就简单就好了。吃眼就好，吃眼就自然。我就每一个人自己是一个乐器啊，你各式各样的乐器不一样，对，找出自己的声音。你的那个才是恐怖，你的乐器。这是什么乐器？游刃有余哦，真的。有吗？对呀，行云流水，游刃有余，就是你说哇，所有成语都用上。游刃，游刃。是梦了，是梦。来，唐先生共评一下了哈。呛飞请啥？这个哇，我觉得很棒。其实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其实今天说把这首歌唱出新的味道。其实我记得你在比赛的时候，你刚开始的时候也常常挑一些比较早以前的歌来唱，对不对？其实那个时候你唱的时候，除了你的音色可能给了你一些限制，但是你其实都有唱出属于你自己的欣慰。那我也说欣慰，对，真的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今天这首歌更厉害。其实除了刚才罗哥说你唱出了属于你的新的味道之外，而且我发现你音色不一样了。对，他音色不一样了。以前你的声音，你想要唱出来，但是都是闷的。那我们就一直，因为以前他常常会讲说，哪个音色就是这样，我音色都闷闷的，老师我要怎么办？可是我发现今天的世君不一样了。大家有没有听到属于亮的音色，在他今天的歌曲里面表现出来？声音有出来，非常亮，而且你最棒的武器是你就算唱高音，你也不会吃力。今天我觉得很棒，今天我觉得每一位都好棒，真的。对，什么欣赏？大家有谈到过老师讲，要跳过游少吉老师讲，有欣赏哎。哎呀，他就是目前在我们这个压到节目的这个收入排行点播，我们会因为现在著作财产权嘛，你使用歌曲，我们这制作单位一定要付点费用啊。对啊，他现在目前是前3名了，对，没有什么前第一名，还没头发嘞，这头发去哪了？没有，他那个因为他有两三首歌嘛，收入冠军，他收入冠军，难怪最近都不来了，靠版税就够了，赚多了。好了，谢谢，还有接下来这位可能紧张了。冯行义带来蒙春风啊，唐宽啊。刚曾压进月宫家，洒落从云下，
哇，血池成功！哎呦，气里面的一把冷汗。无意中你一度紧张了一下。啊，真的，没事没事。不过不管你唱的好或坏，都是好的。当然100分，谢谢大家。对啊哈，放轻松了，放轻松就可以好好唱。前面好恐怖的。对呀，好可怕。真的，每一个都好厉害。真的。哦。而且今天大家都唱很棒，说真的。对啊，我觉得在听表演的感觉，是不是？有闹热演唱会。你之前好像比一开始来哇信心十足嘛，然后比到后播时间好像有一点紧张卡关，然后就开始有点状况百出。对啊，各式各样。那时候你是不是很好像赶快希望比赛赶快结束哈？有一度就是我觉得压力好大哦，然后怎么还有那么多首要唱，然后我已经不知道要挑什么歌了，因为我觉得选歌是我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听的歌不够多，所以你就会想说怎么办？我好像没有歌可以唱了这样，然后我说可不可以赶快结束？然后当我大概最后2集的时候，我发现我不想结束，我想要在那边唱歌。你觉得不舍就对了，舍不得了。你是舍不得我吗？还是？当然。对，一定要这样嘛！我们老少咸宜的这样。吉娜，不然你跟罗哥说，你舍不得他，或者你跟罗哥说，罗哥，我也舍不得你，你要去哪里，罗哥？回来啊，罗哥！你不要 Q 这个东西啊！对啊，你干嘛 Q 这个？奇怪，我们在演哪一出？我想看，没有，毕竟我们还在录节目嘛，还是要清醒一下。对，清醒一下。这位哥，我也很想你。哦，好，这样可以吗？更继续吧。奇怪哈，加嗓音，你公发嗓音，就很出来，但是一唱国音会卡纠特了哈，是什么原因啊？这个你自己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可能有点紧张吧，紧张也会。还紧张会管他吗？是啊。你是有一种冲口，可能忘了呼吸耶。你跟他也比较可能因为一定係頭前的節目嘛，其實講翻時節，其實就像羅哥講的，他一直有這個問題。那我一直覺得他發聲的位置是有狀況的。那所以他可能在這段時間，因為他算是第四季的線數嘛，古時候講佢應該好好想一下，他發聲的位置要再調整一下，好，就是要多一點發聲的位置，因為他現在發聲的位置都只有在胸腔這邊而已，或喉腔，所以還沒沉下去。對，所以他的聲音會不太出來，因為我們在他這一季比賽的時候，我記得世慧老師跟我一直提醒他說，你要練習着把你說話的那個放的位置，然後用在你唱歌上面，就是丹田，你要再往下沉一點，不然他聲音一直都出不來。不過他今天算是 OK 了，他今天有稍好一點。今天很流暢，對，非常流暢，非常流暢，對，就是舒服，因為曲式的關係。對。但希望我的建議，我不知道，因為國立老師在後期比較沒有碰到，我不知道國立老師有沒有意見。國立老師有沒有建議嘛？我其實我對新宇英雄沒懂成嘛，那個新宇哪裡跌倒哪裡爬起來哈。對。當年就是這首歌摔的一跤很痛，對不對？這首歌你到後面看第2趴開始，它是變奏了，對，它的音樂變奏了，可是你的唱腔還是維持在第一段抒情的唱腔。那如果你要搶分的話，其實你可以做到。來，吉娜示範一下，我們請吉娜示範一下。然後後面變，來，小剛老師從第2次那個變奏，這首歌你要歌詞嗎？我又要示範。巴薩最近很忙嘞。港唱雅景夜空下，洒落从梦海。雄伟夜盼雄夜盼，孤阳盼旗杆，错在昨天非思量，雄公心突发，满腹情随心下，爱基本马萨。站起来，拜一下！
你不能背对我们啊，我们要拜你。我最近常被拜，是为什么？谢谢。一鞠躬。好了，玩变奏很抢分哦，我必须要说玩变奏真的很抢分，但是你要玩得对，像现在这样，像雨欣你前面慢歌你就上慢板 ，OK 很 OK 的，那一到巴萨了你就要该有一个变化出来，哇那绝对是很棒的，甚至你这样子的变化会让我们忘记你某一些小缺点哦，知道吗？OK， 给你建议哈，加油！我回去也要练歌的，我有你们这些人，我每个礼拜都被考试，是为什么？很累。这个也是我们大家一个享受，不止现场享受，观众朋友们的中央讲书啊，这是我们的福利耶，真的。没有，他这个可能他是有冲给90个曲风，爵士的曲风比较少唱，真的。爵士其实底蕴很深啊。谢谢你愿意开口了，好吧？谢谢。啊，不要这样说，我就是靠嘴吃饭的，大家这样。好了，那接下来路还很长哦，好不好？选一些适合你的歌，好，加油，谢谢， OK， 继续加油。好了，来这起杨子噻。山高流川啊，冲啊，累积一家个经验，经验，讲好用啦。哦，系啊。讲好用，突然间就唔记得。好了，还是个传统组的哈。礼拜。系啊，我就分享本观众朋友啊，哈，对安尼参赛朋友的建议啦哈。哎呀，做那个那个，哎呀，真系那个好朋友前3名啊。啊，呀，当会创呀，真系啲，系我原来。请好堂给冲过啊。系，好，哎，安尼我介绍安尼参赛朋友创过之前，先介绍评审先生。李秋霞先生、罗英先生、林赞义先生。创过之前哈，安尼每阵本他个强壮一下，嘿，来谈一下欣赏的创过，像赞义先生。对，赞义先生唔单止啲流行歌曲哈，还有个创造出很多安尼脍炙人口的歌，佢对安尼传统嘅文化、传统嘅歌谣来讲，咁咩师傅你有研究啊？正經嘅，叫下來談一下，先生嘅創嘅平白。好，林讚義先生來。想起了来古那乡啊，落福了来种那，喜了来顺那种啊，好天了来放那。梦中了来迷那梦啊，沟通了来念那，点点了来起那思啊，那天了来风那。来唱了山那歌啊，打累了来退那，
了来比那水呀，无按了来改那。相亲了偏哪有，来顾了来你那，相拥了来顺那冲啊，头上了。那姜是老的辣，真给在一欣赏，哇，很赞哦。哦，你迄展现，甲迄晚有生气对吗？系啊。唔咩生气，跳的无重要，跳的无重要，唔生气啊。个迄另外一种苍穹啦，一种男仙，一种嬉皮啦。哦，遐尼啊，哦，我老多那展现伊啊，假演伊迄吼，做的。生气啊！生气啊！那该去都做的呀。不是，我们是不能对他不敬啊。哎呀，要么对啊，祖师爷级的，攻坚真的非常非常的太呢。啊，唔敢，真好好的介绍下来，讲这观众朋友对你也非常的熟悉啊，非常熟悉啊。讲到客家鸡边，客家鸡有乜那安多先生哦，李秋华啦，李秋华先生啦，蔡其国先生啦，齐木真啦，赖皮夏先生啦，人家讲，你个想到客家鸡乜嘢？人家其中之一。講真啦，這種年代嗬，到民國70年噶76年左右嘅。哈，噶他今年的客家雞咩？個涂明雄老師都78年噶就開始帶通咩？哦，對，一出來，加迄唱片時節，先發落嘅時節。哦，這種時就有個客家嘅唱片開始唱歌咧啊。有咧，加都有嘅啊。有，加開始流行嘅叫卡帶 CD 嘅時節，吼，卡帶時節嘅唱片。卡帶嘅時節。嗰種是盜版也非常嘅豐盛。啊，有，非常豐盛啦。對。我後尾嗬，我到秋夏老師咧就認識家嗬，就係巡迴演唱台灣線啦嚇，加下演唱加咩，加下張碩士咧，我30人嘅咧。哦，30人，差唔多啊。唔加講民國75年，76現在講就是我喺民國74年出頭嘅。哦。我民國74年，開始參加歌唱比賽。75年出嘅呢無言的結局嘛。哇，就瘋咧！一次都2下誒。冇啦，允許了。對，咁樣差唔多，出頭嘅時代差唔多。差唔多咧。但是佢較老出頭，唔係較後上出頭。講到林占一先生，他就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他個對佢當熟悉。但是比如講安尼岳水先生啦，安尼現場當到朋友，我喺唱一條歌，他個就對，佢係演唱者。演唱者，衝來堂。同身過退吧，莫半點錢，三萬大명江山鋼鐵。我強出自己身也，唔識埋怨。世世代代就按用權欠傳家，200-300年冇改變。客家精神莫忘記，永遠永遠。年咪啊！來台灣，來都愛唱嘞，你看。對啊，也已經變咗世界國歌咧。客家國歌誒，萬人唔曉唱呢條歌。客家人都會唱呢條歌。對啊，涂明雄老師嗬，一出來誒，虔誠誒，鐵質嘅出來客家嘅。一條歌咧，涂明雄先生當初寫出來。今日冇本片演唱，有都唱到唔唱安好啊。當時前一年噶哈，其實做了我客家嗬就。
嘅总志愿现场佢用走呀，走到有嚟多嘢嚇，而家講喺邊講，聲嘢用唔可以唱歌嘅嚇，唔可以講客家話，嚇，像現代嘅一首歌嘅，講到八公八婆，唔可以唱嘅。哦，唱嘅歌後嚇，叫做同時拿啲客家本色幫嘅。哦，係張奎是唱到，張奎是唱到嚟，20幾年呢？對啊，這樣子你看，後來你看，唱到一度。好堂嘅歌啊，創作出一朵嘅嘛，自家要寫歌嘅，都後尾嚟嚇，創作一朵嚇，當到先生都會嚟講叫咩有人故事啊，嚇，我就開始寫，一直到兩下摩托咯，摩托一下，順起來都一下難創作一朵書嘅。算唔出了，有1000數以上嘛？冇1000數啊，冇咁多啦。真嘅要出嚟嚇，都差唔多400數到4。我一直堅持我嘅原則，就係歌曲嚇，要原汁原味，鄉土味嚇，冇少啲嘅本地啦。所以我後尾寫歌咧，咪以鄉土口語化，平常講嘅客家話口語化為主啦，來帶動咧個客家歌。佢嘅歌下次全部啲喺啲節目當中都係比賽。青島只要唱誒，流行組嗰啲青島誒，糖都當對面啦，唔係當翻譯啦，希望繼續在創作到行下多嘅歌嘅，來辦啲節目，所有參賽朋友來試用下你。好 ，OK，係啊，多謝，冇問題。走嚟，按住這了。什麼先生？我是話，謝謝老師，今天沒有講一下，所以冇評分，但係沒有錯了講一下。錯了一遍，好了，就這樣子，排謝啊！要唱秋啊，先生公平一下。係，唱先生公平。來老師講啦，所以是不會退咯。不會退，冇啦，等下唱先生嚟都同下呢個參賽朋友，我建議啊，對嘛？冇錯。歡迎 TV 連件帶來平板。來，彈下啦。客家了天那是老年大擂台那傳統山歌比呀水先歌才那凭什麼是那山啊？公正又莊嚴啊！各地南歌啊書，就變得我來了。已經睇到好，哇！你是西鬼聽對呀，對佢來講冇乜嘅政策，有啲朋友呢，已經20幾個等幾年咧，以下就做得比龍年都衰咧，所以過一兩禮拜都係比啊，所以是等7集就嚟，這條嚟比啊，係啊，佢特別歌詞自己創作，真嘅好，今日嘅咁係自己創作嘅，今日也係魏老師微信上經常寫，因為也創一首歌詞有隻典故啊，因為我喜歡來參加比賽時，我唱睇啲人無腔樣嘅潤腳啊，因為當你思考講我，因為唱很多腔樣嚟，我想我唱無腔樣嘅，嘟嘟都要哭，也魏老師啲啊，老年大擂台唱歌，唱
唔係，而家有淡薄有 YouTube， 而家優酷嘅太溜嘅，太溜嘅冇通用哦。台灣 YouTube 唔曉講。哦，佢唔怕，糖嘅事就好咧，糖嘅事就好。結果我那有打過來，有也是個唔識彈歌啊。唔識彈歌嘅時候，有也做得衝坤啊，來學起來試看啊。結果我發個線個 key 啊，個基本我唔點嘛個唱嘛個 key，我發個 key 發喺班裡人仲話簽出來講，我嗌唱嘛個 key 啊。哦，而家要多少有難度啦。哦，如果佢唱家中唱得出來，也是歌唱家中唱啦，但是佢歌詞寫非常難學。我哋。人家客家天師，鬧嘢大擂台，傳統山歌，獻國菜。哎呀，而家怎麼講呢？還有按照評審是。哎呦，全部包辦。啲歌數編定來。哎呦，所以大家都來參加鬧嘢大擂台。對對，也是這樣隨口出來啊，所以個也歌詞我感覺千有意思。雙倍藝唱嘅時間，我那多少解題，如果我無信心我唱頭機啊。佢頭機佢那壓下來，一變到因頭機壓下來唱黑冇唱，所以冇買條閃閃唱藝，但是禮拜結束了後，我專心練其他強條人練，就玩唱咗。厲害了，今日當有彌陀，係啊，都佢現場有乜好建議嘅我哋，已經單做。唐秋華現場有蠻講吼。誒，秋華現場。我們古董老師可能，古老師今天穿得很年輕。對啊，他包太緊了。縫給冇嘛可能哈？對啊，包好緊。緊就做很多啊，真的很冷。會冷哦。我親手做很多啊，搭班咩做很多。可能今日攞杯做很多啊，都講空空嘅。你講音係冇？好咧，安尼女生重先生吼，而且安尼算安尼露前臂吼，佢也有做過評審先生，佢會唱，也會作詞，真強吼。其實安尼較講言，真多咧傑出嘅人才吼。啊，林義金生先生吼，佢咪唱佢啊，咧首歌曲哦，將咧個鬧嘢大擂台比賽嘅，哦，個氣氛完全用咧歌詞詮釋出嚟，非常好，演員腳也真好吼。你貼士平板冇按容易唱，當你嘅唱咯，叫佢跌破。嚇，我要教歌，學生佢上學，唔過佢真嘅，佢將腳我唱嚟要學，唔過音樂一下佢就會跌板嚇。我講破嘅啦，就你希望啊，唱條廣告希望嘅佢太短嘅嘛。咁你短嘅彎嘅咧，你嘅舞就彎嘅嘛，所以破嘅非常重要嚇，你必須要同。啊，唔過我喺留實建議客家唔係客家。哦，客家天師，唔加唱到客家，我當主唱老師啊，好家種客家，好腔調就家師啦，哦，老師是冇腔調，唔識得就好，我是讓康師嘅，就擺這哈，唱到聽到。是，加油！唔上27個鐵道，第一名，10點啊咧。好啦，一百公司咧，是他所有前3名咧，全部都精英，怎麼精英啊？哈，盡力啦，不用自演，佛藝充公。哎呀，希望係上咗人見到見好啊！對，人家樂迷都洋人嚟講，對啊，好，加油！再變當中，對，好。來沙落去寫下妹，羅志祥帶來3個字。好嘞，彈個啦哈。
子琪，很爽啊，开心哦，可以来比赛很爽啊，嘿呀，想不到哈，真欢喜，这个世间很多很多，这个是让人家意想不到的事情，没错，好不好？对啊，嘿，送一规第4名，第4名，嘿，因为我有可能来参加，嘿啊，对吧？那有可能，迄条前咧第3名无落就有可能咧。做伙啊，做伙啊，小婷姐姐。第3名刘小婷，刘姐，佢可能你某个事情冇办法来参加。有的事情。就制作单位就是递补嘛，这个就是递补啊，你第3名没办法，那就第4名。第4名来咯，哎呦，开心呢，赚到对吗？冇，你们冲得清楚啦。我也系夹个名，嘿啊，主题呢？就表示讲，有可能好好的表现的话，顶演出比赛大放异彩，没有可能。我有好的成绩。听讲中间有卖演唱去上节目啊？节目。曾仲伟老师。为什么？他为什么要找你去？因为就是后来有就是讲下，等我等下去。等下去欣赏一个共同。就会总比欣赏。陈总比嘿，今日老给他本用啊，做一集节目，在个公华广播电台，大礼拜6个11点，就会欣赏唱一分享，然后唱3国的事情，然后也有在他的节目上面唱客家流行歌，他的歌，唱几歌呀？伊上夹节目还有特别好夹歌啊，啲现场唱诶，啊，本用爱演的呀，没有。这也是一种不同的体验嘛，就是体验嘛，对，体验嘛，还不懂呢。我的新歌了，就是要就我的他是因为觉得很重要而不能共3拜，体验，哎，罗哥新歌，好嘞，充分用版咧，唐先生讲有冇好建议啊？哎呀，殷先生有冇好建议哦？好，今日之前大家散购子，讲实在吼，成日咧从，你当讲年岁下强的人来从散购吼，最好嘅条件就係上动奖。好，所以應該上動獎個人冇問題。咁個可能伊撒下落嚟參加嘅演圖比賽吼，就係伊從嘅時間嘅主人嘅帶領，最明顯就係提起3個台北。好，因為下落嚟些電腦係帶領那些按你談起來吼，該上係有一點點當從冇講當好，吼冇當文，好，所以帶領用為冇文呢，就係因為從頭帶領那些按你嘅身體習慣就會變送咧，變送電腦從頭係唔會按好，吼，你係本嘅建議會記得咯，吼。韓國最大嘅問題，伊自家人當地吼，就係在兩個比賽當中。各自動重讓，應該聽伊記，頭前是則是，好唔記得咧，好唔過後才你自家要留去重點時來係先留去帶過去，唔過你係本伊熱身哦，吼，撒下咧嘅比賽，聽出要注意各自動重讓，要聽留去培熟來，吼，本伊做得十個有一隻因為之前幾比賽些就唔記得各自講咧，吼，所以你係本伊動好嘅，其實按樣應該安排係最好嘅，給你個警惕。會記得哈，所以呢，你就係拄好相識係吳小妹妹哈，就係咪係佢愛講嘅哈，強讓你咪係上聲音呢，就讓你建議一下，其實比賽哈，睇音到聲音全部嘅演技都有，好，所以唱出嚟嘅完美表現哈，全部係冇強讓，不過按你聲音會記得就係認真學習，好，韓國比賽係一隻歌唱幫你考驗。吼，和了到下台演說下台嘅吼，從個係人生嘅體驗，吼，從冇好，所以比賽本來就係按樣冇聽去上講嘅成績幾好，記得吼學習係最重要嘅，祝福你成功。先生，係清楚做唔得按樣先啊，個字呢就。直就會重，都緊張，都緊張。佢廿種唔係比賽呢緊張，有啲唔啲啊。乜嘅東西啊？我冇講佢，你要當場説招字。冇辦法。也係講是很久好咧，真困難咧。我講佢種咗好，說不差啦，不差，真好嚟啦。好啦，加油！我自己的啦，加油！加油！好，謝謝。加油！加油！好啦，沙啦，沙啦，係羅秋米帶來平板。哎呀，平板，好彈，來。
请问几号？哎，冠军高数，双两礼拜能见到你呢。系啊，姊妹的，姊妹的。姐。哎呀，所以呀，哎呀，其实你是年龟哈，你是三龟查3张眼点点，叫做不得闲呐。嘿，哦，真无限的，真无限，还去参加200比赛。系啊，有得冠军，系咪？哦，很强的呢。很厉害啊。因为太敢让贤啦，让贤呐，很厉害，反正有那比赛，你就去参加的呀。累积一个个经验，一共係2吧。係啊，講佢了，突然間就唔記得。得到乜個比賽？佢突然是傳統音樂節衝槍組第一名。衝槍組，伊多歲點的衝槍組。佢個比賽50歲以上是算衝槍組。就衝槍組咧，變衝槍組了。本來就係阿冇咧。唔說這個衝槍組啊？係啊。佢還有乜個客家乜個第3名嘅？新音樂嘅著作權。音樂著作嘅著作權溝通比賽第3名。係。真係唔是閒啊！你係咪？係啊，累積嘅經驗，係啊，真好，多參加。你重提以後啊，唐先生嚟講片啊，好冇？搶在伊先生，先生好。潮面小姐哈，人聲音哈非常的優秀，優秀哈意思就像表示人言啊，懂溫柔嘅意思。哦，看得出來，真係。可能哈嚇，但是呢。今日來到了後天嘅比賽哈，聲音是好，但是呢，有的會演嘛，聲音嘛唱唔錯，比如講唱多2鍵，唔唱多1鍵，嚇，2鍵，好，叫求變線呢，求變了來線啊，咁那邊轉音咧嚇，你用機哦，留個好聲音，就冇唱順啦，冇清順啦嚇，唔再注意啲嚇，注意下，因為喺真實嘅比賽有個年度嘅條嚇，再注意啊嚇。好，什麼年啊？什麼老師啦？好啦，係繼續加油啦，好，係把你強數哦，你這邊好好注意哦，好，謝謝啊，好，回頭先。姐姐慢坐，嘿。係啦，靜靜行，嘿。沙來，吳怡珍帶來羅漸漸法。來，彈過啦嚇。下沙條江來漸漸化。香港最近這個風氣強嘛，用白年啊。像係送俾桂冠軍比賽團，天然人啊，就是素素。
从年。哎，义珍姐姐好，罗哥好，吉娜好，你好你好。常讲最近这个风体欠哦，系啊，用白件啊。今日送俾桂冠军比赛台，天英英啊，做伊素术。哈？很用白件呢？电烧，电烧，烧什么？天生嘅心脏多一条线呢。哈？心脏多一条线呢？像你的自抛的有冇？点啊一点唔错，给我崩退。哎呦！如果那个引线啊不小心发生问题，我嘅心脏就会跳200人哈，心跳哦200多，嗰个叫嘅就会分退啦。哦，分退，跳太急嘅，就会直接就骨缩就收缩，然后嗰条线呢收退了。哦，更用的收。是电波呢？那边那都电波，你那个用嘅仪器都嘅穿的线的穿上来，都手机部脚部，冇做压数没有，系啊。数的迄较强，跟较强，较强的，就讲装唔出孔嘛，装。嗰時你有氧哦，你到手術房吼，這個命都搞本嘅，真嘅，有氧，就種嘅叫乜嘅跳舞嘅叫做劉真老師啊，真的我堂家嘅，我真係講哎，我當幸運，真的平安出來，真的，我講嘅係很皮啊，當救真嘅術術。因為我枕頭已經出現4年了，4年嘞，唔會冇鬆快嗎？會啊，冇鬆快也都掛急診啊。哦，因為我有個病吼，變成我變醫生嘞，特別去掛急診。久病成良醫了。因為急診卡吼，做迄住院醫師，不是我的主治醫師啊。我要講佢講，佢人個朱砂做唔出砂。我喺度講，我那叫來掛急診，唔知這個藥嘅同埋豬。哦，我不講啊，因為朱砂同都未講。真的，我特別同佢搞大個。唔知這個那因為特別發作400、500，我這樣去數數。因為遇到了比賽啊，因為比賽當中啊，這幾年啦，有擺喺星期二發生啊，禮拜六我哋錄音，他醫生話講，你是叫去電商，然後做唔定禮拜六啊比賽。哎呦，真勁哦！真勁，幾好等於拿冠軍。有樣吼，係啊，可能有貴名喺度查啦。哦，老天爺有報復啊！貴名貴好，比賽都天命。天命咧，係啊，命要救轉來，係好嘅，真係。挺好嘅，報紙天空啦，好啦，總體嚟啊，當時咱嚟講面。朱亞先生，老師好。唱歌嘅表情真好，真輕鬆，往遠退休啦。好，你就會你嘅優點哈。你說陸俊傑把這客家安尼小調，平常是唱法，你聽一句唱法，然後你冇腔浪，你為了然後是咬張，張夜啦，好硬唱法。啊，平常是張夜啦，安尼硬唱法啊。當然你咬張，你我也冇講錯啦嗬。你也多才多藝啊，講老實話。佢除了，你看佢特別的比賽三副一個會變化嘅嘛。阿鳳當位，叫佢鼓動啊。其實你咩搞笑？自家做呀，哇！道具啊，全部自家做。所以真多，其實你了解，你比賽參賽者真多嗬，你叫出嚟人才。嚇，你咧鬧嘢到你台一發覺真多人才。唔少你。做比賽我看到哦，當到你喺度出來錄唱片咧，錄真實嘅嗰種啦嚇，所以你就學咩嘅，就體驗，係嘛？有體驗，都係要喊一條歌嘅好打。你打歌飛唔過，誒得啥都諗唔打歌嘅體驗，係嘛？係啊，真嘅係體驗，誒你這個上台嘅經驗啦嚇，我希望大家嗬。你對唱歌係有興趣，分享出來鬧熱帶入台比賽，你自家會求進步，加油！好，先生，你希望順利過來啦，嗬。過海，嗰個唱結叫就結叫。對啊，演出比賽還有差唔多半年的時間，半年的時間啦，嗬，希望。係啊，我比到不難差係冇。唔會啦，佢哋先生講醫療容易，醫療容易嚟，冇問題嚟。平常聽講都100歲。咁
開玩笑啦。係啦，好啦，加油加油！也可以哈，也可以哈。好嚟，沙下來。哦，沙下來咩事講啊？而家減咩錢學生？哎呦，好係唔係？沙下來突然風帶來落山歌。好嚟，彈我啦嚇。減咩數？哎呀，怎麼看到是上到人嘅減咩咧？大家講嘅，我禮拜要買哦。哦，要嚟啊！要嚟。減咩按太早嚟？呀，已經發出來。發出來咧啊！其他。講真嘅，總係看到嘢發出來，等於看下，這種成就感呀。看見佢發，然後結果慢慢長大。會懂有成就感。係啊。自家種呢？種感啊！你最近做種感咩呀？你下愛寫感書、剪感吧、拍錯。都無練衝就錯咧。無限好練衝，在啱啱找到無限好練衝，還有新冠肺炎咩都最近你還真呢？全部高中班全部停課。停課咧。冇上課，不可能，剛剛偶爾練一下。不加度練習的。係啊，但是佢崇拜的比賽沒有精英演出呢。哦。係啊。很厲害。結果咧？結果破到踢到咩啊？幾多關嘅時間？我已經踢6關。我6強嘅時間。這邊打睇啊？係。哦，要不然變過。變一下啦。盡量。好，來，唐市長嚟講評。蔡英先生。好，講實在，阮鳳台姐從三個吼，特別看伊唱歌就感覺到完全認為應該推風當穩健，好，所以本人有啲暗停感，所以彈起來唔會有壓力，嚇，咁樣先彈出最好嘅，好，本人當舒爽，係講基本應該攞三個，做啲本人都建議，本人行擺嘅演圖賽，喊下做啲電影版去練習，嚇，就係講，呢個唱歌個人嘅時間，嚇。你彈起來有點輕，所以譬如講呢個提自己嘅唱山歌嘅唱，嚇，喺個最尾一句數成多嘅多，嚇，同分落嘅落，嚇，都好，佢哋全部係O嘅音，嚇，每係O嘛，嚇，就按樣先嘅音最好練習，就係你唱嘅時間，你講你在地度會打開來。
吼，就是我哋本来以后唱歌嘅时，先生让我哋讲，你系上一下，你在啲度有一只雞卵啊，吼，喊點唱，好，因為你嘅神馬後背有一隻小舌頭，你唱嘅時候，你打開來，吼，就係咁樣去感覺，所以應該個啲咩些唱上去就，你彈起來唔會硬輕，我相信你唱起來也會係輕鬆，我哋將去練習看啊，好，韓國按我嘅就係呢個每音，好，就係呢個提二級韓國提四級欠韻，欠到當好堂，嚇，師母你，謝謝，謝謝。你咧在意就병一張咯，咁樣我唱啊，我香啦，門推班下去，香嘅追拳，係啊，追拳係大腿嚟。行啦，唱你上嚟彈安陽天重山歌曲看。哦，安陽重山。見面試咗兩個再喊唔起來啊！你又係錯嘅。係啊，真困難咧。但是表示嘅氣味全部係佢講出嚟。我會講出嚟。正經。謝謝，練習下。好，加油加油！好，加油，配合一下。把它殺落，下面蘇打落3個字。好來，彈快啦！奇怪啊！感覺佢哋踢下從嗰種進步嘅樣嘅嚇。有哦。哦，因為退休嘅係嘛？退休嘅，有時間好練習咧。有時間好練啊！難怪我加唐創同之前感覺佢哋。係肢體咩冇強用嘅，台風都冇強用。呀，這種退休歌因為還有時間，還是當然就上廟啊，唱個就唱嗰度特別老師唱嘅啦，就慢慢的學習，就多練幾樣嘅強調嚟學，來挑戰一下啦。還有時間好練。從今日唱一開始起頭就起冇先。哦，跟要唱係鹹啲啊，你跟亂啲練。亂啊，用練習嘛。我唔曉得。哦，唔曉得啊，最主要可能即係錄音老師可能當日啲我搞到鹹啲東西啲練。你係以前上課嘅時間，一堂課3000個人呢，真好貴嘅呢。佢主要用高唔的咧。好。吃蛋也是有技術的啦，唔係傻傻做的事咧。講羅那故事啊，林占玉先生有故事啊，有故事好講嘅，講一個故事啊，順便公平一下。今日唱嘅嚇，算起來係萬山所嘅彌陀，嚇。但是呢，這個可能你按叫啊，唔使練習嘅嚇，在樹音啊，然後咧鬼數嘅唱起來嚇，也唱強全部強調，全部錯。但是呢，冇樹音數好些，
尤其高音的调加主音，人生菜了是啊，对啊，当多嘅用嘅强冲音对啦，对哈，唔对咯，咪拖吼照摕啊，虽然咧慢三首。哈，所以呢，大概有人以为谈到个录音噶，以前啊，哦，散得哦，你有啲數過嚟數過去哦，啲聊死麼嘢嘛，你講個要一冇呢一片啦，啲當成次嘅啦，就請面書先生哈，鼓勵哈，即講人家主創嘅做強重音，好，謝謝，好，謝謝，安尼加油哦，好嘛，加油加油，好，我做休息哈，請面書太高，突然，好了，呀。全部吼，係啊，全部分享回憶啊，係啊，本他嘅回憶度，兩時結束咯，辛苦大家啦，下個禮拜就正式開始咧，3號就正式的變，都變了哦，好好練習哈，好唱歌嘅朋友啦，吼，很多多，加打電話啦，打09666766還有傳真電話，0227478232咯，好，等大家來報名哈，等你打電話，好，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我們多謝辛苦評審先生哈，謝謝老師們，謝謝。好，開始比賽咯，加油加油！下個禮拜見咯。什麼小天老師還有沒出來請場？老師辛苦了，謝謝。辛苦了，辛苦了。還有現場的工作人員，辛苦了。好，下禮拜我們記得一定要準時出發呢。老年到裡台，老年共好來，再見，拜拜。
深爱，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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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爱。